很多嫁来台湾的印尼新娘其实都会说客家话，因为很多人是来自印尼的这个客家庄山口洋市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跟着印尼新娘刘蔡金一块来返乡。其实为了照顾台湾的家人，蔡金离乡之后，这是第一次再投入妈妈的怀抱，母女是激动相拥。同时呢，之后也用彼此都熟悉的客家话和街坊朋友一块叙叙旧。相隔11年的回乡路，其实是充满了感动时刻。终于等到这一天，印尼新娘刘蔡金抵达了雅加达国内机场，要回朝思暮想的家乡山口洋市。兴奋的心情，因为在台湾忙着照顾先生一家人，所以回乡这一条路等了11年。很期待见到妈妈，很久没看到她了。对呀，11年了。对，太高兴了。千里迢迢飞到另一个城市，还得再搭车4个小时才能返乡。长途跋涉也不嫌累，因为看到熟悉的街道，感受到亲切的氛围，拉近好久不见的距离，也缓和了近乡情怯的情绪。妈妈，一到家，分隔两地相思之苦终于溃堤。相隔11年，老妈妈已经白发苍苍，相拥而泣，除了不舍，还是不舍。对呀，他说昨天等我1天，他说今天早上早早起来等我。他说怎么是有回来啊，没有回来。老妈妈等了整整2天，终于盼到女儿回家，母女情深，感动上演。送上对老妈妈的爱，也准备客家食材，要为妈妈烧一桌台湾道地的客家料理，打打牙祭。台湾的安少啊，我们这里还有。难得回来，也不忘见见亲朋好友。这我姐姐。好，你在搞的吗？记得到你讲啦，下街要讲呢啲咩？用亲切的客语问候，因为山口洋市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庄，它还跟桃园杨梅结为姐妹市。到传统市场，刘蔡金一样自在，因为客语到那里买通。要買不用是他姜的冇啊。其实像刘蔡金这样的华裔客家人，远渡重洋嫁来台湾的已经超过了35000人，所以这里也被称为台湾的亲家。千山万里之外，族群融合也让客家更亲近。台湾的家园，印尼的故里，蔡金用客家情紧紧牵系。相隔11年，再相遇生命的根源，蔡金用泪眼和拥抱记录暖暖的感动时刻。